依家過年真係越嚟越冇年味啦！諗起身我哋細個嗰時啊，成條村夾錢去劏一頭豬，跟住太公分豬肉，人人有份，嗰種氣氛、嗰種情景，真係特別溫馨，滿滿嘅回憶。所以今日咧，我哋決定將我老豆養嘅一頭200幾斤嘅豬，將佢劏嚟咧分俾我哋嘅鄉親。同時咧，我哋亦都準備有50箱麵，仲有咧我哋好朋友袁總樂農貿易有限公司贊助嘅50包米，分俾我哋鄉親嘅。走啦，老豆，去捉豬。好，走啦！係啦，係啦。來了。拖前腳要拖地接就。我哋又知當出嚟嘅豬紅幾靚啊！終於可以食到真正靚豬紅啦，又嫩又靚。嗱，劏完之後咧，成個豬嘅豬身肉啊，280斤，呢頭豬夠肥夠靚啦！準備開始分豬肉。大家人都齊啦哦，每家每戶都批要退表來係嘛？嗱，今日咧就討嚟咗豬，要有啲麵，有啲米，就準備送俾大家嘅。從細咧我哋屋企又比較窮係嘛，都多謝大家父老鄉親嘅照顧，就會越嚟越好。雖然條眼唔係特別貴重，但係咧佢可以體會到我哋農村嘅和諧、淳樸同埋團結同埋家鄉情係嘛？我哋希望我哋咧將呢種傳承落去，教育我哋下一代，努力讀書係嘛？回歸家鄉，回歸社會，將來咧撐到嘅就幫人，學到嘅就教人，大家冇人氣啊，講人嘅皮膚滿裝，大家感到都舒服啊！咁就亦都祝大家2025年身體健康啊！就添丁發財，好似2斤肉啊！一包米，1份麵。後一朵迎春花，人人都愛它。後一朵迎春花，迎來大地放光華。後一朵迎春花，花開每一家。後一朵迎春花，茂盛艷麗春色雅。迎春花。
已經圓滿結束啦，真係非常之開心。睇到啲鄉里鄉親啊，洋溢住笑容，亦都係發自內心感覺到呢一時刻係特別溫馨嘅。咁咧喺呢度咧，亦都祝屏幕前嘅每一位粉絲朋友留低你哋嘅心願，祝大家2025年心想事成，越嚟越好，新年勝舊年，將來勝過往，身體健康，添丁又發財，加油！